好的。我来就好，我来就好。谢谢啊。您吃完了吗？啊，吃完了。那我收了啊。那个付款的话，扫码就好。哦。哎，什么情况？阿姨，我都弄完了。景天都帮我忙一下午了。啊，我好兄弟。什么情况？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？什么情况？好好说。快！阿姨，我等会儿回来啊。胡景天，你要干嘛？阿姨，我等会儿回来。还打招呼？你要干嘛？咋？不是你在里面干嘛？我看你妈一个人开店挺辛苦的，我来帮帮你妈。这是我妈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们两家人不说一家话，我来帮你妈，你妈就是我妈，我帮我妈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人家是报恩嘛。报恩就报恩，别动手。哎，那个，你能不能帮忙？帮你什么呀？找我妈妈。好，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帮你训练啊？啊，行啊。真的？嗯。确定？嗯。那我走了。哎，帮忙，继续帮忙。你不是爱帮忙吗？魏天，下次选拔赛必须通过测试。行，去。介不介意再多一个陪练啊？哎，浩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正好我带表了，给你凑个100。行。来，准备，走。没想到啊，这么积极。变了，其实景天挺适合公司的。景天啊，哎，峰哥，都是你打扫的呀？对啊，咋样，满意吗？说吧，想干什么？就是技术指导那些方面。行，我答应你。Yes。但是把屋里其他的地方拖完。哎，好，没问题，哥。来休息。哎。这。我脚麻了，哎呦，脚麻了。没，不管我，不。哎，我们一会儿干嘛去啊？今天去重力房，锻炼你的下肢力量。先去游泳馆，直接下水。重力房，先去游泳馆。重力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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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游泳馆。重力房。浩哥呢？吴昊说他已经在操场等我们了。走吧。走吧。快点啊！哎，不是，哎，你没人听
见吗？我的意见不重要吗？我的漫画怎么办呢？哎，等我，哎。你怎么也答应来帮忙了？你说的对，这次他真的认真起来了。其实景天基本功并不差，他的滑臂还有蹬腿，我觉得动作都是到位的，就是速度怎么就上不来呢？没目标，游起来没有赢的斗志，他比赛行。哎，那你的意思是，他身后要是有条鲨鱼追着他，那肯定就游得更快了。差不多。哦，问题来了，谁来当这个鲨鱼？我？嗯。行。哎，你们不是要训练我吗？说吧，训练啥？鲨鱼训练法。啥？鲨鱼训练法。鲨鱼？这哪有鲨鱼啊？我？哦，不是，你跟吴昊比赛，输的那个人打扫3天寝室。3个人。我怎么可能啊？他比我快1秒多钟，我怎么可能比得过啊？别，没意义，没意义。 1秒内就算你赢。行，1秒内算我赢是吧？来，来，预备 ，Take your mark， 对。 没想到，景天居然和他相差不多。你知道吗？吴昊在国家队的时候，400米以上都是称王的。可以啊。怎么样？我多少秒啊？我多少秒？你比吴昊慢了0.3秒。哈哈哈，那我不就是赢了？哎，你每天要这么游，成绩早涨了。哎呀，我那是给你们面子啊，知道吧？让你们，哎，别飘了啊！寝室还是要打扫。你玩赖是吧？什么叫玩赖啊？你还得跟我比。 来啊，你下来啊！为了感谢你们帮我呢，我决定给你们一直洗袜子，到测试结束。你确定？ 确定，以及肯定。谢了啊。鹏哥，你不会也有一盘袜子吧？袜子我没有。哎，
峰哥，还是你爱干净呀。但是，宿舍卫生你要好好打扫，我们会好好帮你的。真是自己找对手。这小子有意思。9月的西湖，晨曦如歌如诉，一如揭开序幕，将每一条波纹细数，每一条都在波光中起舞。9月的西湖，艳阳如火如荼，一如心跳加速。看每一条波纹催促，每一条都在波光中欢呼。向前一步，每个人都有目标奔赴。我们携手共度多彩西湖，更引人注目，青春不负。每一天都是新的礼物，我们为爱付出，柔美西湖，让美好留住。9月的西湖，晚霞如诗如赋，一如生命回顾，用每一条波纹记录，每一条都在波光中讲述。向前一步，只要心里有目标，去努力，就会有希望。过几天有个测试，我相信你只要找对方法，努力训练，肯定能进1名。青春不负，每一天都是新的礼物，我们为爱付出，柔美西湖，让美好留住。注意这茶。你给我弄啥？谢谢。那。啊！浩哥是啥呀？吉利，这太夸张了，这浩哥这红色，这太夸张了。好看。哎呦，这咋穿啊？来来来，选一个吧。这又是啥呀？这个是在帮你。我们在正式比赛之前呢，要把全身的毛刮干净，这是规定。浩哥有这种说法吗？有啊，减少你的阻力，对你好的。对啊，是吗？好像是。来吧，你要听我，不需要不挂，帮你忙，不挂，不挂，不挂。有没有人能把这头猪杀了呀？
Q 嘛。上一组都测完了吧？来，下一组，第一个，胡景天，准备。他们这次测试怎么这么慢呢？CQ 慢。已经准备好，我知道，踏上了没有硝烟的战场，烈日或冰雪风霜，从来不曾惧怕。手写了勋章和骄傲，去迎接属于自己的荣耀，抛出吧无可阻挡，已经展开翅膀，起飞，8万里都不累。反正他们测完就会出来的，你现在急也没有用。哎，你们觉得他这次测试会有长进吗？那就拭目以待了。起飞，去探寻世界的美，不负岁月向前追，直到生命的结尾。对手是谁都奉陪，字典里没有后退，正在奔赴未来，跨越一切。怎么样，教练？啊，过了。过了 ，yes， 我过了。别高兴得太早了，还有体能测试呢。好，行百里者半90，等你体能测试过了，你再振臂高呼吧。我体能测试一定拿出吃奶的劲儿，特别用力。行，去吧，周越、高峰他们正在操场上等你呢。哦，好，行，教练，我先走了。嗯。下一个，唐白。行了，你别在我面前晃了，晃得我头都晕了。怎么还不来啊？浩哥，哎，怎么样？我过了。哎呀，恭喜你啊！过了就好。高峰，你多厉害啊！你就比我高几分，我说过马上过。行啊，你小子，牛啊！过了就开始骄傲了啊！哎，周越，我过了。那你过了是不是得请我们吃个饭之类的，感谢我们一下啊？是啊，我觉得海鲜自助。哎，吃饭行，地方得我定。那不行啊！谁知道你选的什么地方？对，我说的这个地方，我们4个人里面还有1个人会同意。哪里啊？哪里啊？小鱼面馆。哎，正找你们俩呢。哎，怎么了？给，这是1线队员的名单，你们先看一下，各自挑一挑自己的队员啊。咱们要分成2个组，好吧？你先看着，好，我先去忙了。开会，坐好了，开会了。今天进行分组，将由我和梁教练进行带领。
以后训练的问题将由指定教练进行专门负责。我念到名字的是鼓锣小组，高峰到，5号到，陈亮到，冯林到，陈鑫到。接下来是梁教练组。好，来看看我这组的帅小伙们啊，唐白到，罗成到，周瑜到，涂景天儿到。哎呀呀，你怎么又混到我这个组来了？陈义军到，组已经分好了，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了。很快会组织一场队内争霸赛，2个组进行比拼。为了检验你们的训练成果，省队请了媒体进行报道。你们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，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卷，好不好？好。散会。高峰，你发现没？我们组都是成绩最好的，我们强强联合，干掉他们，小 case。你先把你自己给好好练练吧，啊？没意思。哎，走，过来，哎，过来问你点事。啊？你刚才说这个争霸赛是怎么个意思？怎么之前没听你吱一声呢？上边刚刚通知到，郝迪发群里，你不知道？看这小心眼儿，我看见了，我还要问你吗？哎，那这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，咱们这2个组是竞争关系？老梁，你是不是越活越回去了？队员之间本来就是竞争关系，分成2个组是为了促进他们这种竞争关系，增强这种竞争关系，这还用问吗？对了，争霸赛的成绩会作为之后主教练评选的成绩，以上哪些啊？别说我没提醒你。哎呀，老谷啊，又在给我玩套路了啊！那你讨论分组列名单的时候，你怎么不一起说一下呢？你看看你这个人，你把咱们队目前成绩最好的高峰5号全搂你那儿去了，你怎么再给我留一个呀？太不公平了吧这！哎，最有天赋的周瑜分给你了，怎么着？这还嫌不够啊？怕，我都不知道“怕”这个字儿怎么写。不是，我不是说对我们组的队员没有信心啊，但是你总得给他们时间，让他们成长起来吧，对吧？你这个心机也太重了，老谷你。好了，讨论这个都没有用，已经都定好了，公布完了是吧？接下来就是努力训练，加油啊！训练去吧，我相信你有力挽狂澜的能力。这个心机难呐。今天是我们小组成立第1天，从现在起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这个人没什么废话，在我这儿，只有成绩能说话。你有成绩，可以有脾气；没有成绩还任性，那不叫个性，那是愚蠢。好了，闲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正题。高峰，到。你的基础还是可以的，只是爆发力不够。今后对你的训练重点是力量。好。5号，你的基础也可以，只是现在肩伤在身。今后对你的训练重点是改变你的发力点。能在我这里的，都是我看上的尖子。既然学校搞了这个分组训练，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。谁要是拖了队伍的后腿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解散。
顾里。哎，主编，枝江泳队要准备举行一场队内争霸赛，准备安排你去采访。这次是对方主动联系的我们，你可要好好表现啊！梁教练，我们准备好了。哟，你们一个个的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训练了，有训练冲动了？好，你们听好了，在我这里没有方向，只有数字。今天我也不为难你们，给你们下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训练任务，每人5000米。啊，5000米啊！这也太多了。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痛苦不堪的样子，都整得我有点于心不忍了。要不，咱们在训练之前整个娱乐项目？哎，好啊，好啊，来一场比赛。周瑜、旁白、罗成、陈义军，你们4个来个200米比赛，谁如果赢了，就可以在今天的5000米训练任务中扣除2000米，啊！我呢？你下一轮。哦，好吧，来准备准备。光光，你这也太看不起我了。注意他们的滑臂姿势，啊！教练，质量不错啊。5号还是老问题，落水点尽量往远了够啊。快快快！周瑜的速度可以啊，只是体能上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如果能把这块短板补上，将会更加优秀。周瑜当然是很有潜力了。哎，大哥，在选人上面，我可是独具慧眼，有先见之明的。这个你不服不行啊！你梁教练经验丰富啊。哎，大哥，看你说到我的优势，你又说了。这些年，全国游泳比赛选拔出来的新人，在进入国家队以后，跟国外选手的对决中，很难赢下国外的顶尖选手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运动员在体能训练这一块做得不到位。快点，快！加快频率！欧美选手的身体素质本来就优于我们亚洲人，如果在体能训练这块不加强、不跟上，我们怎么战胜他们？你们当中有一些老队员，所以我想你们大家都应该知道，每次我们在出发参加重大比赛之前，教练都会给你们做一个赛前总动员，用来帮助你们缓解紧张的情绪。但是今年我来了，像我这么一个富有创造力、富有想象力的人才型教练，我怎么会甘于循规蹈矩呢？啊，所以必须给你们整点新花样。新花样？啥新花样？扑克牌？变魔术啊？没错，扑克牌。啊，我这新花样呢，我来说说规矩啊。首先，我会让你们每个人抽取一张扑克牌，在你们抽完之后，就该我来抽了啊。如果我抽出来的牌
跟你们某个人手上拿的牌是一样的话，那这个人就必须要站出来表演一个节目，不能拒绝。如果敢拒绝，那就要请我们所有队员和我，还有谷教练啊，连吃1个月大餐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就按照成绩单来说一下每个人的问题。先说一下高峰，最近1周的成绩呢，状态好的时候可以游进前50秒，状态不好的时候就差得很多了。所以说你的问题还是调整状态，你是我们队夺金的主要希望，啊，我很担心这一点。抽一张啊，看好了，抽的是什么？哎呀，就看自己运气了啊。说不定吃1个月大餐，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福气了。好，都拿好了啊。OK， 现在我来看看谁的运气是最好的啊。我就要抽牌了。5号，再说一下5号。5号的成绩倒是很稳定，200米在1分50秒之内。当然，你现在的状态是源于身上有伤。我希望你通过这次比赛恢复到国家队的水平。注意你的肩伤，啊，如果有任何不适，及时跟我说，或者跟队医说，啊。第1张，方片勾。我不是，我不是。确认。确认。周瑜，跳舞，跳舞，跳舞，周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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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吧，周瑜，来吧，来吧，认赌服输，周瑜，来吧，周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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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music。来！嘿 ，Q 吗？9月的西湖。晨曦如歌如诉，一如揭开序幕，将每一条波纹细数，每一条都在波光中起舞。9月的西湖，晚霞如诗如赋，一如生命回顾，用每一条波纹记录，每一条都在波光中讲述。向前一步，每个人都有目标奔赴。我们携手共度多彩西湖，更引人注目。青春不负，每一天都是新的礼物。我们为爱付出，柔美西湖，让美好留住。看到自己问题了吧？手臂动作再不改，很难提高成绩的。我知道了，下次没问题的。你觉得你能调整过来他吗？我相信我能把他纠正过来。我是拿他没办法，他不是一竿子倔。我觉得还可以啊。训练了，训练了。来，我给你抽个证。好嘞，训练吧。争霸赛上，领导安排我们接受一些记者的采访，
配合一下宣传我们泳队的新作为、新面貌。哎，净找一些没有用的，但是怎么办呢？我们得配合着，是吧？你说刚刚组建分队，就整这些什么比赛啊、采访啊，我觉得挺好的呀，说明咱们体校想变革的决心挺大，这好事儿啊！而且这些运动员努力训练，被好好报道报道，挺好的呀，留纪念嘛。我就知道你喜欢这些花哨的东西。我精神传达到了啊。下水。来吧，下水吧。哦，累死了。啊。鹏哥，啊，你们谷教练也这么累吗？今天可比我们平时训练量大多了。吴浩说，今天的训练没比国家队低多少。哎，你在这儿休息干嘛呀？你床上休息去啊。别管我。哎，你们梁教练训练量怎么也这么大呀？哎呦，你可别提了，太可怕了！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害怕。哎，浩哥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啊？啊，他请假了。他走的时候，他那2条腿跟2根软面条似的。哎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事。有什么话你直接说呗。哎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讲。我听说啊，谷教练跟梁教练，他们的训练方式完全不一样。他们从以前做队员的时候就开始针锋相对，你知道为啥吗？不知道。我跟你说，他们的矛盾不仅仅是因为专业，还因为一个女人。因为一个女的？我听说啊，他们俩同时喜欢上了一个女的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开始互相较劲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没听说。不过，这么晚了，为什么周瑜还没回来？周瑜啊，他还在练呢，他神经病他是，哎。哎呀，老谷，啥事儿这么着急？来这儿安静，在这儿跟你说一下，800米游成这样，训练态度肯定是有问题，这是你教练的失职。老谷，这璞玉还需要好好打磨打磨的嘛，对吧？他刚到省队不久，给他点时间让他适应一下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固执的队员，教练的话完全不听，当耳旁风。哎，你凭什么认为他一定能打败王继飞啊？廖国，你也是运动员走过来的，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，天分是重要的，但是后期的培养才是他成功的关键，这个你应该吃清楚吧？是，你说这是有道理。老谷，你听我说，我带了周瑜这么多年，我太了解他了。他是一个很努力的孩子。是这样的，他现在有一些游泳上的技巧，是他父亲去世前教给他的。
所以在他心里面对这些方法是有眷恋的，这人之常情嘛，咱是可以理解的，对吧？给他点时间，他一定能改过来的啊。就算是这样，但他现在已经是一名专业运动员。接下来再往上走，全国赛事、国际赛事，到那时候0.1秒都是他成为胜败的关键。你能让他因为过去的习惯放弃现在吗？我能吗？我是那么没有原则的人吗？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啊。哎，你提出来了，我就抓紧时间调整他的心态啊。赶紧调整，别到时候气着我。来，去看看。哎，你看，哎，这个，哎，你怎么闷闷不乐的呀？爸爸，就以我现在的速度和高峰，还拉不开多少的距离。哦，爸爸，你笑干什么啊？哎，我高兴啊，因为你现在在力争上游，有了竞技精神，这是好事儿啊。爸爸，怎么样才能游得这么快啊？这个问题啊，你知道海豚、海豹还有白鲸，它们为什么游得这么快、这么轻松吗？那是因为啊，它们把它们的身体啊，还有水波、水流都融合在一块儿了。你要想游得快呢，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脚踝和脚背啊，要极度的柔韧，然后呢，你的腹部要收紧，你的肩膀和你的后背一定要保持好平衡。爸爸，我知道了，我们的脚要和水融合在一起，再配上手的加速，就能更快了。对呀，你真聪明，一点就会了。其实啊，我们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呢，这个世界和我们的关系，就像大海和这些海豹、海豚、白鲸一样。你要想减少生活带给你的摩擦力，那你就一定要先学会聆听和接纳。你要记住，以柔克刚，永远是最好的办法。来，现在啊，我们来做上下鞭笞的拍打水状，配合水，然后啊，注意保持身体的平衡，这样啊，你就可以又快速又轻松的游泳了。我现在啊，已经把所有的秘诀都告诉你了。那明天我们继续。好，我明天一定按照你跟我说的秘诀和高峰好好比一比。我不只要和高峰比，我还要超过我的朋友们，我还要超过所有的游泳健将。你小子要说话算话，为国争光可是要身体力行的。将来参加奥运会，要带着爸爸妈妈和国家的希望去为国争光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一个优秀的运动员，天分是重要的，但是后期的培养才是他成功的关键，这个你应该吃清楚吧？就算是这样，但他现在已经是一名专业运动员。接下来再往上走，全国赛事、国际赛事，到那时候0.1秒都是他成为胜败的关键。你能让他因为过去的习惯放弃现在吗？
教练。哎，小鱼，怎么了？有人欠你钱没还吗？你和谷教练的谈话，我都听见了。啊，小鱼，其实谷教练过来找我探讨你的训练计划，也是为你好啊，你不要多想了。比赛我会赢，我会证明给你们看，我爸的方法没有错。嘿，这小子，心气劲儿还挺高啊。哼。哎，同学，你知道体育馆往哪儿走吗？你要去体育馆啊？对，跟我来。梁教练，请问您为何选择教练这份职业？您的动力又是什么？我热爱游泳这门运动，我跟那些学员们一样，从小就学习游泳。不敢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，但是也的确是拿到过很多令人骄傲的金牌。我曾经也是我们省著名的4大天王之一啊。但是，当我退役的那一天，我突然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，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啊，就是好像觉得生活没有了意义，人生没有了目标。但是，当我作为教练员，带着这帮学员，看着他们每天不断的进取，每天不断的超越自己，最后站在领奖台上，去获得各种荣誉，你看这不就是体育精神的传承吗？我觉得好像当年我的那种人生的方向和意义好像又回来了，所以我觉得游泳已经成为我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梁教练，看来您真的非常热爱游泳，泳池才是您的人生方向呢。应该是吧。梁教练，既然您如此热爱游泳，那请问当初您为何要离开省队啊？有些事情没法解释，一言难尽。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就让它过去吧。我觉得人不要往后看，朝前看。辛苦你专门过来给他们做这个采访啊！啊，是这样的，咱们这些队员呢，平常没上过这个电视画面里面。所以可能有些紧张，不太会说话，还麻烦你费心了。没事儿，我会好好和他们聊的。哎，你看，那个地方就是游泳馆，他们马上就训练完出来了，你在那儿等他们吧。行，谢谢梁教练。好，那我回去了啊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哎，你们好。我是枝江体育顾里，可以给你们做个采访吗？可以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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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问题。你那先采访我吧，采访我，我喜欢被采访。可以，景天，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好，我叫胡景天，然后我是游泳运动员，我热爱游泳。你为什么要成为游泳运动员啊？为什么呀？我是继承了奥林匹克的精神，传承了中国的文化，想要把体育精神发扬光大。以前怎么没见你有这么伟大的志向啊？你看我，5号，你是为什么要成为游泳运动员啊？我呀，就是小时候身体不太好，所以父母带我去锻炼，
然后就成为游泳运动员了。啊，还有别的故事吗？没有了。没有，这就没了。哎，他不会说话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你再采访我，我还有问题呢。够了，谢谢你们啊。哦，哎，周宇。就这样。那行呗，那我们走呗。走，回去休息。周宇，请问你是为什么成为游泳运动员的？没有为什么，哎，没有别的原因了吗？就是喜欢。哎，周宇，高峰，可以打扰一下，问你几个问题吗？可以啊。高峰同学，请问你是为什么开始学游泳的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爸爸他本身就是一名游泳运动员。那你本人热爱游泳吗？刚开始游泳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热不热爱游泳，但是我现在很喜欢游泳，并且游泳现在已经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。这样啊。哎，说到生活，你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吗？平时的爱好啊，现在平时没什么爱好，但我小时候有。你小时候有？你小时候想干什么？我说了你别笑我。其实我小时候作文写的还挺不错的，那个时候我想当一名剧作家。哇，想不到你还会搞创作啊，真好啊！很小很小的时候了。真好。其实我小时候不想干这行，也是我妈是个记者，所以我才学了新闻。你猜我小时候想干什么？这我怎么猜得到？我小时候想成为一名游泳运动员。真的呀？那你现在还喜欢吗？那现在工作这么忙，忙着进修，哪有时间去游泳啊？差不多了吧？下午还有争霸赛呢。争霸赛？怎么了？是时候证明一次了。啊，不是啊，你说这话是啥意思啊？我就等着这一次。哎，别走啊！啥意思啊？AQ 嘛。1、2组准备。AQ 嘛。
周瑜要赢啊！你看，有反差了。频率加起来。公布一下竞选测试成绩：高峰8分3秒9，吴昊8分5秒6，沈亮8分7秒1，胡景天8分18秒7，周瑜8分17秒3，周明杰8分19秒9，刘飞8分4秒6，郑勇8分15秒7。解散。爸爸，怎么样才能游得这么快啊？这个问题啊，你知道海豚、海豹还有白鲸，它们为什么游得这么快、这么轻松吗？那是因为啊，它们把它们的身体啊，还有水波、水流都融合在一块儿了。你要想游得快呢，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脚踝和脚背啊，要极度的柔韧。然后呢，你的腹部要收紧，你的肩膀和你的后背一定要保持好平衡。对呀，你真聪明，一点就会了。这个世界和我们的关系，就像大海和这些海豹、海豚、白鲸一样。你要想减少生活带给你的摩擦力，那你就一定要先学会聆听和接纳。你要记住，以柔克刚，永远是最好的办法。一个人躲了更衣室，难受来啦？之前不是挺牛的吗？哎，走，别着急走，走。